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号公司台语台的下暗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重要的新闻内容。国庆连假头一天，国道的车潮比本来预估的减少一成，高速公路局嘛提醒，明仔载国道5号透早5点就会开始塞。针对金门的政策，并且事故总统蔡英文今仔要求国防部一定要提供上好条件的辅恤，加速今仔嘛去金门引魂。卫生福利部预告，明年大院的单厝甲全年的部分负担上限的金额，拢会起是最近5年起上济的一届。来看，今仔是国庆连假的头一天，高速公路局原本是预估过道会出现出门佚佗的车潮，也毋过实际上车是比预估的减少一成。高速公路局表示，明仔载连假的第二天，国道5号南向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透早5点开始就有车潮；国道1号到国道3号南下部分路段，会为早起10点就开始塞，民众爱特别注意。国庆连假的头一天，包括国道1号湖口到新竹、国道3号三英国永居系统等等，真侪位路南的路段早起拢出现塞车的状况。高公局原本预计过道了会有一波车潮，毋过实际上车流却比预计减一成。高公局表示，连假的第二天，国道5号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预计透早5点就会有车潮。国道1号甲国道3号路南的部分路段，嘛都早起10点开始塞车。明天在上午国五南向还是会有拥塞的情形，一直到下午的3、4点左右。而国五北向的部分，大约在下午也会出现有一波车潮，北返的车潮。那在我们国一北向杨梅至新竹系统、国3土城至关西，也会有一些拥塞车潮，一直到下午的1、2点就会陆续的疏解。因为今年的国庆烟火伫咧台南嘛带动中南部停放率变高，尤其是游览车的数量甲烟火比起来是较侪。交通部长林佳龙去南部交控中心视察的时阵表示，北部路段受到落雨天的影响，早起的车流量比去年同时段的车流量是较少一寡。流量看起来是有这个比较负担没有那么压力没有那么大。3天的连假，很多人是参加看完了这个国庆烟火之后，那就在这附近。这个旅游住宿。若是省道的部分，苏花街伫咧透早5点左右，车流量开始有较侪一寡。警方早起就派真侪警力伫咧路口引导车流，整体时速拢会当维持伫咧时速50公里左右。车流回堵到军人公墓大概是3.5公里左右。公路总局表示，连假期间国内各大风景区甲附近游乐区的路段，预计也是有淡薄塞车的状况。民众要出去佚佗进前，也是爱先查路况，才袂妨掉伫咧车阵内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的东港，今仔准备要坐船去小琉球的游客是排队排甲落长，甚至小林谷、花莲的海洋公园顶观光区，人嘛是塌甜，有的风景区哦嘛因为民众的车乌白停，造成塞车。当要买船票的人拢伫候船室等，人真多。上船的所在也互挂着大包小包行李的游客是开甲满，因拢是要去小琉球的。游船班逐班拢客满，业者也赶紧加开船班来应用。李游客是讲，已经拢有4个拢是人的这种心理准备咯。会有点担心，对。担心什么？担心就是人很多，然后东西都吃不到这样子。还好啊，因为就是也知道是连假，所以都有做好心理准备。国庆连假，大家出来佚佗，那屏东、东港拢是人，新竹的小人国也有真侪游客。买票所在有真侪大人囡仔等要入园，有的想要耍碰碰车体验小龙的刺激的感觉，有人是穿好雨衫去耍飘飘河。业者有估连假3天入园人次有1万2000人。你伫花莲的新天堂乐园人也是真多，甚至伫花莲的海洋公园4个也拢是游客，有计3天国庆连假有14000人。花莲地区的这个订房率高达90%哦。那因此，我们也预估哦，在这一次车流量的部分哦，将可能高达这个每天19000辆次哦。连假我们都会多准备。连花莲有名的海鲜业者已经传好龙虾、蛤蟆、虾啊，真侪海鲜要来等游客。伫台南的后壁有当地农会也趁双十连假推出彩绘稻仔田，即要对农会4楼看出去，就会看到有球红、黄色、青色、白色这稻仔组成的图案，敢若像农民伫捕田相款的景色。特殊的景象也吸引袂少游客来遮。伫泰鲁阁国家公园现场有真侪游客，拢想要甲入口的所在即个石碑来翕相，毋过各地人多车多也衍生袂少乱象。警察车一直哔哔叫，就是因为路边规排的东行机车违规停车，警方赶紧来驱赶。
另外，伫红林的观光景点天空步道，警察伫现场指挥，对部分交通路段进行管制，避免有车辆违规造成意外。北上的用路人只可以直接右转进入园区，南下的用路人请不要在园区入口左转，避免发生车祸，甚至影响正常的车流。另外，伫台北线、合欢山、甲武陵也有真侪游客拢甲车停伫路边，造成现场交通大塞。警方是呼吁民众莫贪一时方便，造成大路拍甲大塞车。记者综合报道。金门一台战车伫昨下晡并车导火，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总统蔡英文今仔要求国防部已经提供上好条件的护恤。总统嘛表示，已经有准备要买新型的战车。不幸过身的中士林凯强的家属，今仔嘛去金门发生事故的现场引魂。金防部特殊守备大队测别下晡一台 M4-1A3 战车意外并车导火，造成一死一伤。受困车底车长林凯强中士重伤不治顺治。测到早起，涉任的中士家属伫军方人员陪伴之下，坐空军专机去金门处理后事。看到后生灿烂笑容的相片了后，林爸爸忍袂住，一直七八岁。林妈妈是大口爱边的人，甲伊扶掉咧。知道事发原因。家属也到历史事发地点招魂。林妈妈伫边看发生事故的战车。根据军方资料，涉任中士今年17岁，拄被士官106年班，明年4月就要退伍，却意外身亡，互厝内的人天伦万岁。战车燃烧之后。烧伤致死。国庆之前，国军发生遗憾的代志，蔡总统希望家属节哀，已经请国防部护士爱交查明事故原因。因为 M4-1A3 战车服役已经60多年，外界质疑是不是应该换新呢？蔡总统表示有计划买上新型的战车。我们事实上已经有计划去采购新型的战车，而且是最先进的战车了。有关烈屿地区战车老旧借售问题，将依敌情威胁与作战需求，检讨提前调整烈屿地区主战装备形式。这几年国军战车意外真济，上严重是2016年8月16日，陆军564路一台 CM11型战车，由履带卡掉咧，并且落入望西溪，造成4名官兵死亡，也有战车熄火倒退路，炮管爆炸伤人，也有落入河底，弄着官兵甲到过悍马车造成伤亡。这摆 M4-1A3 战车兵车事故，好像是伫路行路段车速超过紧兵车。国防部表示，已经成立专案小组配合检调查事故原因。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看空气文教集团董事长李万杰伫居家检疫期间出门拍照，方法上百万，嘛防止伊讲强逼一个防怀疑去检举的查某员工离职。新北市劳工局嘛展开劳检，专教总今仔就表示，教育机构煞做出这种霸凌欺负员工的行为，要求公司爱回失礼，无因会发动全国的老师来拒绝使用这间公司的教科书。真侪摆讲家己家厝内底人，毋是检举董事长违反居家检疫的人。啊，毋过公司的电梯煞打出家己被点名出卖公司，也有面入的公司，若捌做人的道理，请注重的字条啊。女员工是扣假，挡袂牢内部压力，无搁上班。佮向新北市劳工局申诉，公司无发奖金，佮锁住电脑权限，主张依照劳基法解除甲空选的劳务关系。如果是霸凌事实，劳方可以请资方付资遣费，如果资方不付资遣费，我们一定会开罚，而且会采取重罚。新北市长侯友宜讲，劳工局已经全力调查空选的劳资纠纷，一定会确保劳工权益，12会找劳资双方协商。对这案件，专教总内部讨论认为，女员工被恶汉攻击，疑似被离职，是反教育行为，空选应该承认错误，向社会大众回示咧，按若无排除发动全国老师雇用空选的文教产品。一个负责任的一个企业，当然你做错事情，你要出来承认错误嘛。以老师专业的一个思考的话，如果说各种不同版本的一个教材的一个处理是 OK 的，
他就可以依据他的一个专业的部分去做一些判断了。专教总指出，空选出版的教科书，伫各中小市占率4成以上。各办杂志创办空球中小客家幼儿园是规模相当大的文教企业，问题是打压路权的文化甲形象，目前也无设抵制的时间表，爱看空选后续的做法，各做应变。对专教总呼吁空选敢若以有看到外界关心的妥善处理来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卫生福利部预告，明年大院单厝的部分负担上进磅的金额会起2000块，全年的部分负担会起4000块，是最近5年来起上侪一届，大约有14000多人会受到影响。伫病院内底等待要看医生的民众真多，毋过因为卫福部对医材使用有明确的规定，就算院长建议讲会当重复使用，嘛敢若会当准度刷，像讲必要科手术伫使用的镭射光纤导管，一个就要10万块，院长建议会当用10摆，国内说敢若会当用1摆，考虑到做好患者，卫福部计划开放。如果一个好的东西，它确实是可以重复使用，确实可以消毒得很安全，确实在使用上它的效能是无虑的话，我认为是可以有机会有开放的空间，可以考虑如何去好好的去管理它、应用它。医疗机构拟具它的整个处理的计划书，会进行重复消毒后使用的品项，像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取得许可之后，才能够执行。若是医材会当完全消毒，伫咧有效管理之下，会当重复使用，嘛会当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医材重复使用会当有条件来放量，毋过大院的部分负担进磅明年要起价。卫福部预告修正，过一届大院的部分负担的金额进磅，过去5年大部分敢若起1000块，明年是一届起2000块。全年度部分的负担进磅，今年头一届无起价，明年煞一届起4000，创5年以来新高。我们健保这个预估大概1年可以增加5亿，但是必须要强调是部分负担，其实它的规划的主要目的，其实是希望说资源合理的使用所以它并不是以裁员为规划的目的的。卫福部强调讲，虽然预计会有14000人受到影响，毋过明年起价了后，重大伤病者是无受到起价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瑞丰的橡皮岩，伫今仔透早2点外，有2个去钓鱼的民众互警走目前阁还未找到人。同一个地点的附近，下晡又阁传出讲有民众挖伫栏杆的翕相，嘛互警走送医不治。另外，屏东恒春的海边嘛发生游客渡水的意外，气象局是提醒，这几天东部佮北部的海边影拢真大，民众得特别注意。直升机飞来飞去，海巡出动顺风艇，消防员伫海边搜救，就是要找出失踪的2名钓客。当时海边即阵钓鱼的物件拢无使用过，消防单位怀疑钓客伫找找钓点的时阵被大雁卷入海。昨天半夜的时候，2名钓客来象鼻岩寻找那个钓点，不慎被海浪带走。现场风险大，当然发生的时间点阁无法度预测，到橡皮岩拢有一定的危险性。就算中央气象局发布初8到初10有强风警报，现场也先看到有人冒险钓鱼那长浪呢，就是类似，例如说像台风所引发的这种大的扰动，它可能是几十秒或者几分钟就来一个莫名其妙的这个大浪，所以要是遇到我们有这个长浪警报的时候，说真的，那个钓客朋友呢，真的要特别注意。今天国庆日天气一样是继续受到东北风影响，台湾附近以东北风为主，所以在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云量都是比较多的。那尤其是在桃园以北跟东北部，可能整天都有断断续续一些降雨的一个状况。连续假期，中南部地区天气是好天侪云，北部甲东部民众外出是按照雨伞，因为有可能是有时阵会落雨。另外，气象专家也提醒，东部甲北部海边风险大，可能出现小高涌的情形，建议出佚佗还是要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一间的照顾阿姨的中心，昨个煮糜咖米的时阵，甲包装内底脱氧剂嘛做伙加落去煮。员工伫咧试糜的时阵，才发现，赶紧将阿姨送去病院检查。高雄市社会局是认为中心有疏失，依据宪法对中心来开出6万块的罚单。原本国庆年假休困的托婴中心，社会局甲卫生局的人员去稽查，
因为前一天这间托婴中心有些婴幼儿去防饲这有脱氧剂的袋仔糜，紧急送病院检查。消费局认为讲托婴中心有真严重的疏失，处罚6万块。确定就是掺入，就是在食材里面掺入了氧化剂，所以这部分我们会依照《儿少福利权益保障法》的处以最少6万块以上的一个裁罚的部分。那后续我们会然后并予限期改善。消费局指出，因为实在无够，托婴中心临时去超市买细包的袋仔，走开工人伫做的过程有疏忽，资料了才发现讲有出现物件浮起来，托育人员赶紧甲已经有接到的4个婴幼儿送病院。跟大家抱歉啊，那我们也会努力的、积极的配合高雄市政府、社会局还有卫生局等相关单位的意见，努力改进。那医生诊治以后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他们也在当天就已经出院回家。业者出面来回示的，卫生局嘛来现场查核，托婴中心召开环境甲人员卫生状况，发生部分违反是按法的规定，含今若是无改善会处罚。医生指出，一般食品的脱氧剂是以铁粉为主，无细日食到一寡是无败害，伤济刺激胃肠。如果是量比较多，可能会造成一些肠胃道的刺激，喉咙会发红、会疼痛，很少见会造成一些肠胃道的溃烂的一个现象，有时候是会一些恶心拉肚子肚子痛的一个表现。医生建议，万不无细日食到脱氧剂，无出现无爽快的症状，会当家己观察，无需要食任何的物件。不过，若是出现冰雹想要吐的状况真严重，得赶紧去予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这3天虽然是国庆连假，也毋过因为要注公费流感疫苗的人是真多，台中市30间的卫生所嘛是加班无休困。台中市卫生局就表示对初5开始注，每一天来注的民众大约是去年2倍外。目前疫苗的量阁算正常，未来2天民众嘛是会再去指定的所在注。忍耐一下必须多喝水就好。交都做完顶一个，后一个民众就伫边仔听后，卫生所内底即马准备来注公费流感疫苗的民众，护理师无因甲手拢无停过。这几天也都是这样上班的。是，这几天都大概200-300支这样。今年长辈还蛮多的呢，因为今年长辈打的比较踊跃啦，跟以往比起来，就是一开始打就很多人这样。虽然是国庆连假的头一天，卫生所内底还是即马民众工作人员无用伫疏导，这边嘛提醒注意的事项。公费流感疫苗施打以来，不少民众赶伫第一时间来做，除了想要来禁止流感的高峰，受到疫情影响，人数嘛比以往更较多。昨天本来以为昨天，他说昨天没有，所以我就今天来了。担心说人太多会打不到的情况，所以提早出门了。根据北区卫生所的统计，平常日来做的人数大约伫200人左右，其中人数上侪是65岁以上的族群，50岁以上、64岁以下，甲去年相比嘛成长袂少。而台南市卫生局表示，今年受到疫情影响，为头一天开始，平常时来做的人数就超过去年2倍的量。虽然今仔日是假期，全市30间的卫生所嘛来加班服务。中央配拨下来大概有31万，大概有40%的量。那陆陆续续，它再往后几个礼拜到货，我们马上就配到各个卫生所了。台南市卫生局表示，今年采购请37400剂4价公费流感疫苗，台南市4天就是达到14.7万剂，甲2019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倍。而速度来2天的连假，民众若是要来做，会使来查询指定的医疗院所来进行相关服务。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看外送的foodpanda，昨后因为商品的介绍漂亮唔对，一家囡仔就有真侪订单，也毋过foodpanda却拒绝出货，引起消费者的不满。foodpanda今仔是强调讲订单拢会出货，也毋过是因为货无啥够，所以嘛必须要取消部分的订单，影响消费者会失礼，嘛讲会退钱提供补偿金。我今天晚上是快9点的时候上线嘛，然后我几乎整个晚上都在这里，然后我都没有跑到单。他们登记的所看到的画面是2张单，但是我在这边已经耗了大概2至3个小时。外送平台foodpanda台南外送员议论纷纷，因为车边暗时foodpanda落单系统出现标价错误，包含卫生纸些商品出现计小拍1折的情况，系统入来真侪订单。
台南的禽鸟超市外口，深夜来了真侪外送员，超市员工感觉唔对，拒绝出货，造成外送员无得送货。如果说契约已经完成，也就是说消费者已经下定完成付款，那Foodpanda公司就有履约的义务。对此，Foodpanda发出声明，强调所有订单拢已有出货，因为商品存货不足，不得不取消部分订单，已经向100外位受影响的消费者下失礼，提供专业退钱甲保险券。外送员也提到应该有送货钱，另外也优化系统，避免状况再来发生。那针对取消的订单部分呢，我们除了全额退款之外，也会致上补偿券，向消费者道歉。在外送伙伴的部分呢，所有外送伙伴在现场等待的时间，我们都会加发报酬。虽然Foodpanda提供保障，不过消保官强调，若是这100外位消费者无满意，应提出申诉，也呼吁该公司先尽企业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今仔日报5点公布的诺贝尔和平奖，今年是联合国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得奖。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0 to the World Food Programme for its efforts to combat hunger, for its contribution to bettering conditions for peace in conflict-affected areas, and for acting as a driving force in efforts to prevent the use of hunger as a weapon of war and conflict. 诺贝尔委员会是指出，去年世界粮食计划署伫全世界88个国家救济将近100万人的食物。伫2019年有1亿3000多万人枵腹肚，比以早是增加真侪人。大多数拢是受到战争的影响哦，佮加上武汉肺炎伫全世界的传，所以情况是愈发严重。佮来看欧洲的武汉肺炎疫情。法国已经连续2天，每一天拢超过18000个病例，住院的人数嘛一直在增加。德国伫初8嘛一口气增加4000多例，是4月份增加上侪病例一天。捷克佮波兰最近嘛佮提出愈较严格防疫措施。法国的疫情佫求警报，初7新增加18746例确诊，创新纪录。初8确诊病例佫超过18000例，治病住院人数嘛一直增加。全国总共有7624个人住院，创3个月以来上悬。巴黎地区的病院初8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禁止医护人员休困，而且延后非必要的手术。加护病房内底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是占了一半。里昂、里尔、格瑞诺布佮圣埃蒂安4座城市，初10嘛连日起疫情的最高境界。Il y a donc en France chaque jour de plus en plus de personnes contaminées, de plus en plus de personnes malades et de plus en plus de personnes qui font par conséquent des formes graves avec un impact hospitalier qui augmente. 德国南部的边境城市康斯坦市顶一日举办反传染的大游行，加称的人不满防疫措施，抓来街路抗议。不过德国的疫情佫拖翻头，初7新增加3994例确诊，初8佫增加4401例，是4月份疫情高峰以来上济。卫生部长科肯少年人唔通看轻病毒，抓来无注重防疫。负责疾病管制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所长维勒嘛真烦恼疫情。Es sind vor allem, nicht nur, aber vor allem Jüngere, die sich zurzeit anstecken, zum Teil, weil sie Party feiern, weil sie reisen wollen, weil sie sich für unverletzlich halten. Das sind sie aber nicht. Eine Corona-Infektion ist und bleibt eine ernsthafte Erkrankung. 中欧国家捷克初8新增加5397例确诊，从疫情以来上悬。政府宣布进一步的防疫措施，下礼拜开始，剧场、电影院、动物园停止营业2礼拜，禁止室内运动、户外运动，禁蹦以20人。Pokud tady máme poměrně už velké zatížení zdravotního systému, tak si musíme uvědomit, že v horizontu už pouhého týdne budeme na hodnotách dvojnásobných a za další týden už můžeme být někde, kde celý ten systém bude téměř na rezervní kapacitě. 若是隔壁国波兰初8新增加4280人，同款是从疫情以来上悬。总理莫拉维茨奇宣布，初10开始，全国的民众要出国拢爱挂喙罨。南欧国家意大利为着防止新一波的感染入境，加强检疫措施。
宣布新增加英国、荷兰、比利时甲捷克入境的旅客，全部拢要实施新冠检测。意大利七八新增加4458例确诊，是4月份疫情高峰以来上济。政府上新的宣布是，全国民众出外全部拢必须刮喙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半暝，南韩东南部的蔚山市一栋33层楼高的大楼，对12号开始火烧哦，好一头对栋大楼拢烧起来，上无88人因呛着伤送病院治疗。大火火光甲半暝，就甲亲像白日。起火大楼两边一直有导火建材落落来。南韩的蔚山有33楼高的大楼，伫七八半暝11点外熊熊熄火，互住户惊到赶紧逃命。 우리 아들내미가 갑자기 불이 왔다 해가지고 보니까 진짜 뭐 저기서부터 불이 솟구쳤습니다. 바람이 너무 강세가지고 우리 뭐 소방관들 고생하시지만 아마 큰 불 잡기가 좀 쉽지 않은 모양이에요. 그래서 계속 지금 불 좀 타고 있는 상황이에요. 지금 현재까지 거의 한 3시간 가까이 타고 있는 상황이에요. 韩联社报道，起火大楼是客家甲商业大楼，有33层楼高，地下室有2层。大火是为12楼开始脱烧，虽然消防人员赶紧赶到现场拍火，也毋过受到强风影响，火势在短短2点钟内底，真紧拖到规栋大楼，烧到亲像一条火条。大楼的居民有的人是下户走出来，有的人是互别家往楼顶疏散。 그리고 피해 상황으로는 지금까지 현 인명 피해 그 단순 연기 흡입으로 88명이 병원으로 이송되었으며 인명 구조는 현재까지 77명이 되겠습니다. 伫消防人员拼命拍火了后，大火伫炭烧9点外钟了后，豆豆受到控制。不过当地有员一直有强风，到下到中昼为止，不时阁有火呼倒起来。包括消防人员继续用直升机等拍火物质来阻止大火。若是熄火原因，当局表示该进一步调查。记者陈胜报道。 再来看台海局势，即嘛是真紧张。美国的参议员柯顿表示讲，为了台海安全，即嘛是美国做出具体承诺防卫台湾的时阵哦。伊支持美国增加卖武器予台湾。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嘛电力呼吁世界各国做伙来抵抗中国的威胁。中国外交部是批评讲，其实是美国的威胁大家。 驻美代表萧美琴上任以来，一个运用社会媒体代表出面册，由美国政要祝贺台湾相识国庆的影片，有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甲真侪位参众议员。 I'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tend to the people of Taiwan my congratulations and best wishes on Double 10 Day. And so I want to take this occasion to congratulate you on your 109th National Day. 萧美琴也投诉美国外交甲安全期间，强调面对中国无所不在军事、经济甲政治威胁，台湾承受真大压力。来自美国甲理念共款国家的名卡甲具体支持，比任何时阵拢较重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柯顿也伫研讨会上支持台湾，强调两岸情势紧张，为确保台海安全，即嘛是美国做出具体承诺防卫台湾的时阵咯。 One, we should continue what President Trump has started, which is expanded arms sales, and arms sales that are focused very concretely and directly on that singular mission, which is prolonging the time in which Taiwan can defend itself. 柯顿认为，美国伫政治上对台湾做出明确声明，会造成北京无确定性，互因伫行动上较暂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搁真侪摆公开发言，爱各国联手力抗中国威胁。中国外交部是做出回击。那么说到胁迫，我想国际社会第一反应想到的应该是美国吧，在世界上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此各国感受都很深。 可是美方的这些政客也许忘了，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也考察美国强权甲霸凌是无出路。另外，进前伫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人权问题正做焦点，也强调有将近70国发言支持甲呼应中方立场。这国家认为，中国实施港版国安法对一国两制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
昨罗马教廷驻台湾的大使馆转达教宗对咱详细的祝福，外交部嘛表示感谢，嘛强调讲咱甲罗马教廷的邦交保持了真好。也毋过罗马教廷甲中国往来嘛会加温，顶日本地要去拜访教宗，也毋过煞无看到教宗本人的香港教区的退休主教陈日君，伊就真烦恼讲未来香港的教会可能拢爱变成地下教会咯。消息国庆伫要到啊，教廷驻台大使馆以外交节录转达教宗方济各伫总统传闻的国庆贺词，而且希望台湾人民得到上帝丰富神圣的祝福。外交部表示诚心感谢，而且强调台湾的邦谊友好。啊，毋过最近梵蒂冈甲中国的关系嘛一直变好。2018年达成的主教任命协议会伫咧10月底到期，教廷方面已经正式向北京递交续约的提议，虽望目前还未收到答复。啊，毋过主教任命协议若是继续，一定会对台湾关系有冲击。如果说双边的关系一直友好下去，那主教任命的过程双方也很融洽的去合作的话，那我想在未来绝对会 touch 到所谓双边建交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台湾应该要有心理准备。张福超分析，教廷最近真积极伫经营甲中国的关系，相信续约是一定爱做的。尤其是教宗方济各最近毋若拒绝接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连天主教香港教区永久的主教陈日君，亲身去教廷嘛拢无去互接见，嘛引起外界讨论。伊团媒创办人李志英特别透过推特开直播，甲陈日君连线，两个人拢真烦恼香港的教导，伫未来某一天会方便去组织地下教会。李志英佮讲甲后更地来向教宗发声。Pope Francis, we need you. We need you to convey the voice of the Lord to us and cheer us up in this depressing world under the CCP suppression. Please wake up. The Chinese must be happy to have that agreement. Very good instrument in their hands. To do everything they like. 陈日君嘛批评中国政府是把主教任命协议当作工具。天主教新闻社嘛看李志英的专访，伊表示中国毋是想要消灭神，是想要正做神。各国应该爱改变对中国的态度，避免中国甲自身的制度甲价值观硬逼全世界来接受。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影响到800支生活款的家人轻轨到底是要安怎起？目前是在讨论。交通部长林佳龙按说要伫10月13邀请800支的3位首长做伙来开会协调，若是有共识，卖伫迄天马上来宣布。家人轻轨敢要起，要安怎起？为规划开始，佮引发真侪讨论，包括运量、起站、佮有尾站、佮有未来完工了后，代替敢要进入哩家人火车头，各方拢有无共款的意见。交通部长林佳龙13要邀请台北市、新北市佮有家人市3个首长郭文摕、侯友宜佮有林佑昌做伙来讨论。家人市长林佑昌认为，即马时阵拄好。包括北宜的直铁、高铁，还有包括这个我们基隆的南港到基隆的捷运。以及这个民生汐止线其实刚好这个时间点最好，大家可以进行整合，然后也把国家的一个资源呢做最有效的一个利用。交通部出面协调，林佑昌对结果真乐观。这关系到3个县市生活圈重要的交通建设。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每一个县市袂当徛伫本位主义，伊的目标是短期协定，而且赶紧起。跟系邻县怎么借接，而且整个通廊如何来共用，如何来做好，让汐止地区跟基隆地区能够有一个快速便捷的交通路这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县市绝对不能站在一个本位主义。大家是先以如何服务更多民众及改善民众交通的便利性为主为导向。那当然会在就是磋商之后，我们会一并的向市民大众来报告。根据目前初步的规划，家人轻轨第起站伫台北，尾站伫家人，敢会当甲实际民生线做伙施工？要看13协商结果，这3个县市感受高度共识来整合。另外，湘北环状线的经营权争议，敢会利用这个机会来讨论。台北市表示目前无这个规划，不过侯友宜犹原希望会当赶紧甲这个经营权接档来。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热人无风台即马石门水库嘛特别无水咯。早起经济部长王美花去视察，表示要甲农委会来讨论，针对2期7月因产的部分会有调整，有可能无要供水。农委会是表示会评估。
风台拢无来，后石门水库到10月抽水量只有44%，若无冲消雨水，水位恐惊会搁落。经济部长王美花伫桃园市长郑文灿陪伴之下，视察石门水库，伊强调目前民生工业用水拢无问题，不过未来水情依然无清楚，针对农业灌溉用水也是要提前准备。我们现在是要确保工业跟民生用水都无虞了哈，那所以对2期的这个灌呢，会从桃园到台中哈这个部分呢，可能会有一些措施。这个水情是非常严峻的，那我们希望农委会跟经济部哦，针对2期稻作的供水问题哦，要做出审慎但是明快的决定。农委会表示，目前台中以南的稻田大部分已经过大量用水的抽水期，不过路网办还未抽水，进行已经要求加强灌溉管理，加继续灌溉用水。顶礼拜搁14轮灌，不过用水要考虑到明年5月进行，是不是因顾全民生用水供应，无排除要进一步停灌。那现在最严峻的就是桃、竹、苗，如果到了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可能就会做停灌补偿的措施。眼前看起来是会走到这一步吗？应该是有可能的。停灌若是造成农民损失，要如何补偿？农水署表示，要看停灌的时间点，才能评估确实的损失，佮补偿。主委陈吉仲进前伫立法院是保证，要有比即马种植收入佮较好，若无未接受水资源的调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龙潭的嘉安野溪，有大约200斤的鱼仔熊熊死去，当地民众是怀疑讲是水头的自来水厂排放消毒水，导致溪里的鱼仔。另外，伫中华北岛的和平公园哦，附近流水溪防头排废水，公园的水沟啊嘛闻得臭味，和民众嘛是真怨叹。大大细细鱼仔并白多，扑扑沉沉。工作人员一早就开始估，已经装几啊地死鱼仔，说安怎估也估不了。附近的居民看到这情形，表示是水质出问题。用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然后水面上都是泡泡。清池底啊，清池底。对啊，池底是淤泥还是？它那水又不像淤泥的水啊，白色的、乳白色的这样子啊。桃园龙潭的嘉安野溪查到被民众发现有真侪鱼仔死去，详细细看水面，不只有水泡，也有消毒水的味。居民讲，安尼情形已经唔是第一摆，这摆估算有200斤的鱼仔死了，可能是水头的自来水厂在进行清理地防治作业，不过水厂的人员是无承认。本来水沟就没有水啦，你看那鱼有的都死掉了。可是那边本来那个是我们一冲出来这样子啊。水厂人员表示，厂方是主动派人清理，无承认将废水排出来。环保局也已经采样，确实的污染源要等待化验结果。伫中华宝岛的和平公园，美人树开出粉红色花蕊，正做真水的水花花朵。不过游客原来翕相，原来感觉味怪怪。你下车有闻到吗？有一点吧。会觉得它就是很美，可是你闻到那个水的味道就是很不 OK 的。水真落，原来这是古老水溪水头的河道，长期以来拢是排灌合一的大牌，不止汇集工业甲农业废水，也有宝岛市区民生废水。最近大水期，阁互这个垃圾物件囤伫遮，才造成美景配臭水沟的景象。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南投的一集，最近有一种粉红色的官网哦，是开了真水，吸引真侪人来遮看花翕相。这是一种对国外进口的官网，4000外平拢是粉红色花海，咱嘛做伙来欣赏。规大片粉红色的草，看过去若像咧仙境同款，就那咧做梦咧。由国外引进种伫咧南投这片粉黛乱枝草，是最近正青的观光景点。不少游客是专程来到这感受罗曼蒂克的气氛，甲多桥好势破事摆好，安怎翕安怎水。这里的
草非常漂亮，粉红色的。之前是在其他国家，就是那个旅游网站有看过，但是台湾的话是第一次看到。然后那时候在网络上看到这粉红色的那个草，就觉得很心动，很想要来这边看一看。像在韩国啊、首尔等地有这种粉黛乱子草的这个网红的景点那所以说我们也有想说是不是积极可以有个相关的引进。在韩国穿起来的粉黛乱子草，这种草发起来就那亲像粉红色的光芒，因为疫情，这阵民众无法度出国。不过即马伫咧南投季节就会使看到咯。价共4200多平的乱子草，壮观又高又雅。不过因为这种食物真烂，无好照顾，大家翕相时就要较温柔咧，莫甲伊凹转去。希望说游客就不要擅自进入的，因为它一碰它就断了。我们会开很多的步道让游客去走，然后其实它可以借位。我们到时候会教导游客怎么拍。这个台湾唯一的粉黛乱子草园区，10月7日正式开放，会期干那到11月。现场有管制人数，所以民众若想要来看粉红色的花海，脚手就会较紧的。记者综合报道。佮要带观众朋友来看，新竹有一支妈妈组成的台语社团，因带囡仔去产林，佮找农民用台语来了解食物佮生态。咱做伙来看卖。无用杀草剂，无用肥料的，无洗药啊，洗药听有吧？洗药啊，就是农药啦。北部的人讲跩药啊，下港的人讲洗药啊。用专业的台语进行果子园观光导览，为着推广台语，这阵妈妈带囡仔来到新竹县两桥社区，哪菜沙桥，哪学台语，囡仔拢生甲足欢喜。爱等伊较大汉才会当做。你敢才好耍嘛？好耍。接受无同款的代志，对囡仔的发展拢是好的，所以有这种有团体来斗相共，办这种活动，有闲咱就来参加。即马足久无讲台语，去外口读书嘛，拢无用到台语。佮10几年无用台语，袂啥会晓讲，是讲带囡仔出来做伙佚佗，哪佚佗哪学台语安尼。除了芒果，可以当现场加果食。农民讲，虽然在地大部分以客家族群为主，不过用这款哪佚佗哪学台语的方式，会使互囡仔更加了解做事的过程。除了很细汉时，互因知影讲田的种植内底是啥物过程，采收啥物过程。我用台湾话来甲因讲的时阵，会当互因有一个足深的记忆安尼。用台语的方式介绍，互囡仔咧大自然安尼实在路线这种山桥这种植物，有耍阁有使实在物件安尼会使学较紧。这社团的初衷是希望透过上自然的方式，互囡仔自细汉起就会晓讲阿公阿嬷甲爸母所使用的语言，唔通甲不予学习的功课。拢等候学校老师来执行。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再来看南投一个滴笋的山小班哦，因上届特别是就算是寒人，产量也拢无减少，农民嘛发挥创意，甲这种各甜各脆笋啊做成饼品哦，嘛爱来到南投才食会到。这有夹出来，所以这里有一支笋啊，你食。农民若无用伫采收笋啊，拿解说种植滴笋的方法，清明到达已经收到第3期，产量也是真好。佮加上直接的气候条件佮地热资源，真适合来种，种出来的滴笋品质真好，唔那甜佮真脆，受到大家的欢迎。好，那由于我们积极的地热的关系也好，所以我们的绿竹笋啊，特别的香甜啊，好吃啊。那就是凉拌煮汤，还有最特别的就是绿竹笋冰沙。这支的富山合作社是县内唯一以绿竹笋为主的产销班，规年冬天拢会当生产绿竹笋，将做台湾少数伫咧寒天会当继续出货产地之一。吃绿竹笋的好处，它没有负担，没有高脂肪，它好，它那个纤维又高，又好吃。伫咧农民的用心种植之下，绿竹笋大部分拢送去台北农产外销公司。而且提供经验合格调味，互消费者来查，互民众食到更较安心。绿竹笋唔但料理方便、健康佮养生，上点的滋味真适合热天来食。若是想要食甜佮脆绿竹笋，会当趁机会来试看卖南投一集的绿竹笋。记者综合报道。
当年旧历8月初2是台中平埔族、帕普拉族的过年哦。族人会转介完各地，倒来砖头团圆祭祖。少年辈族人希望使成立一个展览历史文化的故事馆，把家己本族的传统的文化继续传落去。一群人手牵手围做一连在唱歌跳舞，看起来亲像直接看到的高山原住民祭奠仪式。不过真足甲看，因穿的衫甲舞步是无相同，其实因是台中沙鹿的平埔族帕普拉族。对时代的改变，帕普拉族的族人渐渐已经分散伫各地，打拼家己的生活。不过因无忘记哩家己的故乡。当年旧历的8月初2是帕普拉族的过年庆典，族人伫即天拢会回去聚落团圆。嘛穿咸猪肉、青鱼啊等等的生礼祭拜祖灵，感谢因规年保庇。8月初2拢会回来拜，大家真诚心，拢会甲因拜拜，真好咧。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都拜生猪肉、生鱼，哦，还有那个本丸，哦，希望我们的祖公祖妈，哦，保庇咱家的族亲啊，大家平安。台湾有侪种族甲多元的文化，有真侪拢是课本内底无教过的。即马少年这辈，就算知影家己的根伫倒，嘛无一定了解过去的历史。亲像帕布拉族的少年族人，虽然自细汉就对是大人回来祭拜，但是嘛到这几年才开始了解帕布拉族的过去。阿嬷每年都要来，那我也每年都跟着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最近沙鹿社文化促进会越办越好，越办越好以后，然后再加上自己开始会去想，我们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因为有族亲的推广，族人慢慢啊把失去的传统文化找回来。唔那安尼，伊嘛成立故事馆，甲自17世纪以来的历史文物收集起来，希望会当透过故事馆甲祭拜活动，甲因特有的文化甲传统保存落来。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 AM 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